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业牧师。9月12号，大声哀哭吧。耶利米哀歌1章1到22节，其中20节这样说：上主啊，看看我的愁苦吧，看看我心灵所受的痛苦。我的心畏罪悲伤而破碎，街上有凶杀，屋里有死亡。我们若是只单看这20节，心里会比昨天我们看到耶利米最后，我们的上主上帝仍然留一些盼望。而今天耶利米哀歌所让我们看到这个场景，会不会让我们马上掉到谷里啊？因为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这么的悲惨，而我们的心真的会像被破裂一样。我们来看看新的章节开始，耶利米哀歌他会有很强烈的从第1节开始来询问主要他要询问一件事，就是为什么过去人烟稠密的城市现在却荒凉了呢？为什么以前被认为相当有气质尊贵的地方，现在像是被遗弃的地方呢？类似像这样询问的诗句，其实往后看，我们会看到第2章也一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是啊，当人眼看着这一切，是让人觉得很害怕、震惊、绝望的时候，我们都有这样共同的经验，就是我们会发出这样的质问：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？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看吧，为什么其实很清楚的在耶利米书一直在告诉我们。我们持续来看第2节、第3节，说出犹大的以色列人民亡国之后的悲哀，他连避难的地方都没有。第5节更是说出犹大亡国主要的原因是上帝的惩罚。第9节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，这里描述以色列人在求助无门的时候，才想到要寻求上帝的怜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应业牧师要说，这一个是一个盼望。幸好还有想到上帝的怜悯，还有想到要寻求主啊，你救我，主啊，因为你是我走投无路到尽头里面最后的盼望，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啊。我们继续如何再看下去，就是这一些耶路撒冷的圣城原来是外邦人不能进去，却是最后巴比伦人才不管这些呢。甚至于到了马拿西执政的时候，还有把迦南人的亚瑟拉女人的这个柱像放在圣殿里的。这些外邦人的行为简直让人无法想象。而11节巴比伦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有1年多的时间，而这一切诗人用拟人化的方式，就是来描述耶路撒冷所遇到的惨况。而这段诗歌最大特色是没有抱怨，只有承认自己犯的错误，自己犯了错引起神公义的惩罚。亲爱弟兄姐妹，看到这些，我相信我们会想到
我们现在的人呢？现在的我呢？没有人愿意或是能安慰以色列人民所受的苦难，因为这些灾难来自上帝，不是别人的问题，而是上帝在施行审判，或甚至是饥饿的问题。因为在20节今天的金句也讲，不管是出去被杀死，或者是在房子里躲在房子里饿死，都是死。但是这一位生命的源头在20、22节提出了一个最大唯一的依靠，是拯救是在于上帝。我们只有依靠上帝的人才能够脱离敌人的手，并且对仇敌能够发出恐吓的作用。多么有盼望啊！我们这一群困苦的人，神必要拯救。在诗篇18篇27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，困苦的百姓，主你必拯救；高傲的眼目，主你必使他降卑。主啊，在这黑暗的时代，我们恳求你来怜悯。主啊，恳求你来施行你的公义。主啊，在我们国中，在世界当中，不论有什么水灾，什么样子的瘟疫、饥荒、疾病，主啊，当我们屈膝举起我们的手，我们愿意来谦卑认罪的时候，互相代求，使我们真的能够远离恶行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必要垂听我们的呼求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，而且使我们这块土地可以得以洁净。谢谢主啊，给我们今天这样看见这样的盼望，在那苦难中你给我们救恩的应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倾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求你怜悯我们心灵的愁苦，安慰我们，使我们在心里得着勇气，不畏惧仇敌的压迫。因为人不知道，但是主你知道我们的苦。愿我们能够唱出你应许之歌，使我们重新能够得力，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主，你的救恩成为我们的盾牌。主你的右手要扶持我们，主你的温和使我们伟大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主的救恩与我们同在，扶持我们，使我们在困难当中得到勇气跟力气。英年牧师祝福大家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你给我们50英级的鼓励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